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32年前的今仔日是民进党创党的日子。上午，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黄先挑，就带领包括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各区议员候选人，做伙伫水票稳公园召开记者会，宣示反乌金、反贿选，要用民进党团结的力量来拍赢年底这场选战。去年年底选战只剩无到2个月，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伫咧党庆这天，虽然无大型的庆祝活动，不过伫咧主委黄先挑的带领，包括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以及各区党籍议员候选人，几乎全部到场，聚集伫咧水平稳公园，召开联合竞选记者会。会中除了宣示反乌金、反贿选，同时嘛要用团结的力量，拍赢年底选战全胜利的目标。要前上就爱先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所以咱今仔日的咱采取的选战策略是联合竞选。联合竞选伊上大的意义是会当激发母鸡带小鸡的功能，甲小鸡拱母鸡，这个最大效益。这个团结会当，互咱用团结嘛是咱民进党最大的强项，嘛是咱民进党最大的强项。所以选举那最好的方式是以我们之所长，及对手之所弱。咱未来应该爱用团结的方式来甲拼做大，来确保所有的党籍提名的各位议员同志会当全部当选。那么见证了台南市民对着负面攻击的方式，对着抹黑贿选的方式，大家是唾弃的，大家是无法度接受的。所以未来伫9个月的时间，咱除了团结以外，嘛是再团结。咱绝对用正面，无用负面抹黑的方式，来向市民宣示民进党的清白。现场同时邀请3位律师来做见证，伫每一位议员候选人伫咧家己的选区插上胜利的旗仔，并且翕相。随后展开车队的游行，由主委加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带头，充分发挥母鸡带小鸡，展开沿街造势游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郭书甫上午伫咧永康区召开反贿选、反乌金、签8参选的记者会，除了邀集党籍的议员甲参选人做伙签署反贿选、反乌金的宣言，佮提出新的事证来指控黄伟哲违反政治献金法，要求应该向市民讲好清楚。台南市长候选人郭书甫甲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车龙介9月28号伫永康区召开记者会，伫会中甲党籍议员以及参选人共同签署反贿选、反乌金10点声明，并指出大创案的白手套已经进化到由公司做小来暗号，而且除了外界摕到的原有公司以外，还佫有一间宇辰公司嘛是白手套之一。对着这个法律案件，郭书甫爱黄伟哲出来交代好清楚。反贿选，反贿选，反黑金，反黑金，清白参选，清白参选，台南不要，台南不要，违法收钱乔氏的立委变市长，违法收钱乔氏的立委变市长。民意代表的话，如果你收黑钱、收灰钱，身边的人就会开始整个办公室烂成一大片。如果你是行政官员，如果你是市长，如果你是总统，他就是整个市政府、整个国家的一个糜烂跟败坏的对几类人开戏，他就可以传染到很多的人，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共犯结构，没有人有办法收黑钱跟灰钱，是家己一个人的代志，
都有很多的机制、很多的共犯结构在后面支撑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都非常庄重的宣誓，我们在场所有我们国民党提名的同志，我们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告诉民进党我们的对手黄伟哲委员以及所有民进党提名的议员参选人，台南市不要收钱乔事的民意代表，因为收钱乔事就是腐败的开始。对此，黄伟哲竞选发言人蔡旺全嘛表示，高师傅再次针对几个已经被澄清的案件召开记者会，显示因为民调落去第3名，就开始病急乱投医。这拢是民调数字咧警告高师傅，负面的攻击只会遭受到市民的唾弃，嘛浪费社会资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文南路甲建南路口的文化市场2楼空间，南区区公所有向中央争取800万的经费来做计经。今年初验收完成，不过后来却一直限制，结果被市府警发局收回，引发当地里面的不满。上午透过议员林美燕申请，希望市府会当调向关怀据点来做规划。位伫文化市场2楼的空间，占地大约有300平。虽然整个设备甲计经看起来阁真新，不过对今年初到现在却一直限制无开放使用。后来里民知影警察局拍算要收回做市府的档案室，引发当地里民不满。上午透过议员林美燕的陈情，并邀请警察局的主秘王俊博到场会勘。会中议员要求警察局应该暂缓执行，等待后任里长出炉，才甲里民讨论空间的使用规划。原则上，当地里民希望调向关怀据点来规划。本来南区区公所一起要规划一个夜览室，但是因为后续有一些问题卡住了，所以现在金花局的主签伫金花局，所以金花局伊要退等于，伊退等于就是讲得要做地震局的档案室，也要做金花局本身的档案室。我想这对在地的里民来讲，他们接着说非常不公平，因为这位在文华里这个地方是文华里的中心点，他们期待如同别的里一样，能够有什么？能够有那个什么？就是关怀祭典。关怀祭典能够有残障的中心进入到这边，照顾需要关怀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点，他们认为说，文华里长在悬空的时候，在现在正好就是空窗期的时候，他们期待2个月以后有新的文华里长产生以后，才能够来正式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也希望说，我们的金花局能够把这个空间还给里民，做个关怀祭典，然后甚至说这个残障的中心。虽然该市场位伫文华里，不过顶面的空间却有1楼是文南里在使用。当地里民无愿意被当作里顶的国民，至少嘛要甲文南里共同使用。对此，经发局主笔回应，会将里民的意见带回院内，原则上请暂缓执行，未来会甲里民去做沟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历史悠久的中英中学迎接133周年校庆，特别安排一系列的校庆运动会，甲社团在艺表演，而且新起的科创馆也正式落成，由董事长陈忠燕甲校长王昭清共同甲摆启用。会使看到中英中学的气氛非常欢喜，因为今仔日拄好是中英中学133周年的校庆，校方嘛安排了校庆运动会。一系列的比赛，学生拢非常投入。同时嘛会使看到实习大楼边仔有一栋全新的大楼，这栋大楼就是科创馆，未来将会作为创客相关课程的教室，同时嘛会提供学生更较侪的实作机会。28号上午嘛正式甲牌启用。长荣中学今天是133周年的校庆那也同时是我们创造了新的实习大楼，那我们命名为科创馆的启用那科创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建设跟设立这个新的教室，主要是因为因应新的教育的时代的来临哈。那新的课纲其实要给予不管是高中或是高职的学生更多这个实作的这个能力哈，那也让他们接触的范围更广。那我想这个都因应这个未来新的时代的教育，可以提供学生更好的教学的品质，也让老师有新的教学的方法带领学生做实作。首先我要感谢上帝带领我们经过133年，在整个一个133年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遭遇到非常多的风风雨雨，或者是一些的艰难，但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都让我们度过。那我们的教育的宗旨最主要是要让学生能够提供一个优质的一个学习环境，特别是在新课纲要强调的是一个学生们的实作能力，所以我们就新建了这个科创馆。要让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学习的时候，能够尽情的来发挥，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做学习，将来所学的能够来服务社会。我想这才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另外，科创馆的号名嘛是由学生会主导，目的就是要让学生落实校方主题，鼓励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参加。校方嘛主办了校庆祷告，希望东营中校的未来会使更较顺利，嘛勉励所有学生会使持续努力。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要看这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018台南美展正式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展出6大类的得奖作品，总共185件。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台南文化中心各艺廊去观赏。2018台南美展今年总共有300多件艺术品投件参展，最后由专业评审选出185件艺术品入选这届台南美展。其中包含东方媒材、传统工艺、立体造型等6大类的创作，目前已经伫文化中心内底各个艺廊空间展出当中。在县市合并之后，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县市的这种属于地方性的这种美展，其实已经都变成是全国性。那为什么会变成全国性？是因为地方参与的艺术家越来越少，但是台南一样维持过去的传统，每年都有将近300-400位的艺术家共同来角逐这样子的一个奖项。那也表示说，在县市合并之后，其实整个台南的艺术发展其实更加的蓬勃，而且年轻化也越来越多。那我想这是对整个城市艺术发展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要迈向一个艺术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2018台南美展的展期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10月21号为止。喜爱各类艺术创作的市民朋友，欢迎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来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的国际旅展28号盛大登场，连续4天的旅展，除了提供国内外优质的行程以外，个人上界爱的饭店、甲餐厅的餐券以及住宿券也拢有真侪优惠。这几年伫成功大学举办的国际旅展，一直拢是民众找找国内外旅游行程的好机会。主办单位今年嘛以“别把目的地想太远”为主题，推出侪无到1万块的行程，要互小资族嘛会使轻松负担。希望鼓励民众多多旅游放松。除了国外的行程以外，嘛是有侪优质的国内行程会使提供民众选择。
我们这次主推的是小资族的日韩港澳行程，因为我们希望小资族们不要把目的地想得太远，所以在这些进城旅游的优惠方面，都提出了有3999、4999就可以出国的行程，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可以来做参观。那在远程的部分，在旅展现场也有很多的欧美行程跟纽澳行程，包含年底的。澳洲雪梨跨年也都出来了，所以在春节期间的行程，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来做选购。那现场也有7家5星饭店进驻，是提供给很多喜欢买餐券的朋友。现场除了民众上爱的欧洲甲美国行程以外，今年嘛有首次参加旅展的业者推出到雪梨跨年，以及买澳洲行程送公主邮轮等丰富的澳洲甲纽西兰行程会使选择。我们是展场唯一有得到3次金旅奖的得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获奖的行程，然后加以呢最特价最优惠的价格，最多呢第2人可以下杀2万块。另外呢，我们也有买澳洲送公主邮轮哦，因为我们呢其实搭飞机去到澳洲呢玩个2天，再从澳洲搭公主邮轮从甲城市到乙城市这样的一个游历方式呢是非常不错的。现场侪台南知名的饭店嘛推出餐券、大房券等丰富的选择，嘛有行李箱的业者推出4折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只要伫现场消费满2000，就有机会抽到澳门的机票。如果想要规划旅游的民众，嘛会使伫这4天到新台旅展行行看看的。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有一位23岁查某囡仔被误诊得到菜花这款性病，后来转到贵综合病院做切片的检查，才发现是前庭乳突瘤，而不是性病。医师就指出，这2种病症状足同款的，容易被误诊，所以也是爱找专业的医师做诊断治疗。贵综合病院最近有一项病例。一名23岁少年的女性，因为外阴道口的所在有肿瘤，以为是得到菜花，来到贵综合病院来做切片的检查，后来发现其实是前庭乳突瘤，并不是得到性病，才让伊安心落来。女孩子有乳突方面的疾病，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个菜花，就是先行私有，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疾病并不是菜花。那有一个疾病叫前庭乳突瘤，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那目前是认为它是一个细胞的一个变异，它跟那个人类乳突状病毒没有关系，那也跟性行为没有关系，它也不是一个性传染性的疾病。但是很多人会把它这个疾病当作一个菜花来做治疗，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治疗过度。那女孩子如果说有前庭这方面的一个乳突状的疾病的话，应该要到妇产科医师这边来做一个鉴别诊断。事实上，它有一些临床上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去区分的话，可以看到到底是间情私有，还是属于是一个前庭的乳突疾病。那前庭乳突的疾病，它会变得比较小，然后它的外观会比较一个光泽，比较软，粉红色，然后它的基体生长出来就一粒出来的。那如果是一个菜花或者是一个间情私有的话，它本身它生出来是一个比较底部是一个比较平实、比较硬，那你去摸的话，它会会有疼痛的感觉。医师嘛来提醒，前庭乳突瘤是无定定看到的外阴部良性的肿瘤，但定定去用错误诊断，以为是性病，而且这款的肿瘤嘛未转作恶性，嘛无传染性。也因此，女性朋友若是感觉到外阴部有奇怪的物件，千万唔通恐慌，也是爱交予专业的医师做详细的检查甲治疗。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的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9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